是帮伊张总，侬现在帮伊做好，做好之后叫赵总去，好不啦？侬帮伊去。心
没有啊，还没啊。哎，你们公司怎么这么早下班啊？不下班怎么办？公司人多，没有我可做的事了。是什么？莫非你？不，你不要哈气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来，坐下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不是要找工作吗？大型公司正在招考女店员，为了我，为了你，也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，你去试试好吗？你这个消息是啦，我已经去过了。考去了吗？你表演好，因为演员真的是，如果这些不容易，你怎么能放弃呢？你真傻。你今天怎么了？我是这样想，你去工作做，是这样。结婚4年了。4年来，这样公司
假设关早晚可以取回去。你们都好吗？我们都好。我们都好，都好。啊，有请潘天爸爸到啥呀？爸爸，你怎么不来恭喜？要让我们去接呀？是啊。乡下的房子就是本鬼子烧光了。爸爸，没办法，跟着乡亲们逃难，来到了上海呀。我们为什么都是这么不明啊？啊，听不听啊？阿大，联络，听不到。是两位。哎呦，听就听，总算找到你了。我晚点说话。我是听听的，你这个人真不讲信用啊！我老了告诉你，这菜路不过去的。怎么这钱不在呢？什么时候钱不在？要是我不借给他钱，你们家里的吃用开销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？他们呀都有薪水呀。薪水，哎呦，薪水！啊，早就别公司人家提出来了。早就死了。我真不该来上海。不管你该不该来上海呀？新经济、上病、西藏不关系，想要拉长，别怪我们不客气啊！欠了你们多少？不多，200块。200块？明明是50块，怎么变200块了？拉长，你们放阴之命，心真狠呀！怎么可不狠？两将惊人了。啊，家具，我来这里呢。你们不知道，全部是死了也，学多么痛苦！你们玩的边砸边砸，难道你们连一点同情心都没有？我说什么？这干啥？别开声！我干啥？王先生，你们这样兄弟我做什么？难道要让我去教训他吗？不，兄弟只得手头踏紧，没有欠多少200块。这点芝麻落头小数目，也是个大惊小怪。你们存
是这回事啊？他是中兴银行董事长的亲戚。好了，明天让我到我写字间来一趟。对的，王先生。这我也是。啊，爸爸，这是有情的朋友，叫王孤儿。王先生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啊！有情，我没办法到里面去安顿一下子。王先生说话。爸爸，最好。生意长流多，一来呀长 ST， 内部到金门山坡，二三单位青梅素帅得上，贵重呀品是幸福，若只是金一两。有道三来人不飞
金